生肖猴2026年財運方面有偏財運，無論你係自僱人士啊、經商抑或投資者都會有唔錯嘅收成㗎。但係今年屬猴嘅朋友係會特別容易遇到小人嘅加害，令到你破財嘅。特別喺農曆嘅4、5、6月份係更加需要謹慎提防。事業運方面有貴人嘅幫助，化解你嘅困局啦。從事公務員、紀律部隊、法律相關工作嘅朋友，亦都容易有地位提升嘅機會嘅。愛情方面啦，因為今年有驛馬星啦，但同樣夾雜咗孤神、喪門兩粒空星，咁顯示到感情係有分離嘅跡象嘅。咁如果你已經係結咗婚嘅話，就要小心今年有第三者嘅介入，破壞咗你哋夫妻之間嘅關係。嗱，但係如果你係單身嘅話，今年咧反而係有利你結識異性嘅。健康方面咧，因為喪門星嘅作用，除咗係自己本身嘅健康，亦都要留意屋企人嘅健康問題喎。而健康問題一般會集中喺呼吸道啦、胸肺科同埋頭痛上面嘅。